時常家前向打算小組做賣，下禮拜做賣，前面做賣，但係我嘅經書在雅各書4:14節有講到，你唔知小組發生乜嘅事情，你唔知人班人含到你嘅生命中在前面，你嘅生命了熱情如水樣，熱下底就能夠看到。隔下就無限，嗱，這個人嘅生命，這個人嘅命了熱情如水樣，熱情風無限量。嗱，所以這個人唔對前面1點鐘發生乜嘅，2點鐘發生乜，香港就1日發生乜是個唔對，但係上帝講是個對，在呢個耶利米亞書33:3節咁樣講到，佢講世我答應你，我會講你啲。太太嘅事，你唔是分明嘅，你唔是對嘅，佢講你對，即係用人自己要謙卑嘅心嚟求上帝，嚟得家嘅恩典，求佢會講自己啲太太嘅事，自己唔分明嘅，自己唔是律道嘅，佢會開路冇自己，啥自己要謙卑去相信佢，聽嘅路，佢能夠祝福自己，求上帝不要上帝。就是這個單在簽每日上帝，一天一簽唔到，這個愛安排來了世間是出了世，按照耶穌基督，嗱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就等於相信到啲朝天朝地嘅上帝，謙卑求耶穌基督，即刻得到這個恩典，上帝耶穌基督祝福大家，阿門。